亲爱的家人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芝婷。毕业之后呢，再也不需要考试的我呢，如鱼得水。我超级乐意为五斗米折腰。青春有限吗？赶快变现啊！与此同时呢，我也一头栽进了股票的世界里。在上班的时候，对于老板的指示，我从来不左右为难。才30岁的我就当上了科长哦，这种感觉就像飞上了枝头，当上了金凤凰。人无千日好，果然还不到1000日，也才不过1、2年间吧，我就收到了地检署的传票。成为被告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尝到了真正被人家控告的滋味。